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4个本土病例，其中参加感染的大小警员拖出嘅同事，唔若参加聚会，搁再加20个人去唱歌，已经有人感染，恐惊继续逼。为着要互外籍移工流入来解决欠工问题，政府要放令，只要符合薪水学历条件者，通申请中介技术工会，满5年通申请永久居留。即马美国加罗西亚的白石围突破，唔若军队无特例，但如果增加7000人，即马也传出支持罗西亚的乌东地区受到攻击消息。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日增加54个带病入境，14个本土病例。本土病例是因为新北市一个室内设计师甲陪厝的大小人员因的接触者有几类人感染啊，才一声增加遐尼侪病例出来。而且一寡确诊者因的活动行踪拢伫咧各县市。另外，进前确诊的桃园机场警察伊的查某囝打也确诊了。国内疫情继续在市增加14个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设计师所衍生出来的帮屋大小公司集场群聚搁扩大。19816例，伫2月13甲朋友食饭唱歌，同齐人有8个人确诊卡热，经过几个县市，16确诊的19859，因爸母也因为接触者采检确诊，2个人实体单拢真悬。这类一群就增加10例。另外，桃园航警19763例的查某囝19878，伫课内检验了后呈现阳性。大概有80几个人吃饭，那25个人唱歌。那这些检验都在进行中，那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群聚，总共就是产生了另外8位的感染者。是桃园航警这样子他就是他说我去这个他儿子家，所以他孙子就先确诊，那还有查到他有跟他女儿有送他女儿去上班。另外，隔离期间转用的有3例是高雄沙洲仔场群聚增加2人，是19622年带做伙的家人，伫课内隔离期间验出阳性。高雄红地牛奶店查甫店员19733的女朋友也伫隔离期间因转用确诊。砂石场相关的个案也有不少，也有再进一步的定序从这个苗栗或者是高雄这边的个案看起来，也都是同样的一个高雄港相关的序列。顶日指挥中心宣布，国内详见伫3月开放商务客入境。那商务旅行进展顺利，搁疫情得到控制。指挥官陈时中讲，入境检疫详见4月可能搁减到7天。在国门开不开，就只是说本来就是我们有居留证或者我们国民的身份的可以进来，那我会开放给非国民身份的人进来。那当然讲最快都有那样的可能性，但是还要视疫情而定。另外，第23轮公费投票有约进行中，这轮拢总提供莫德纳 BNT-A2 甲高端第3剂，拢总开放158.5万个名额，目前以莫德纳有约率6.6上悬。同时，这轮有约将伫18中到截止。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确诊的大小警员，也有传染给因2位同事。这2位同事其中1位呢，搁再传染给伊爸爸妈妈。另外1位同事13有和朋友做伙去唱歌。这25个人内面有8个人来确诊咯，而且这8个人有的是伫咧台北，有的是伫咧高雄的。其中1位搁是旅行社的业务经理，伊昨坐无人机去到台港，甲这个旅行团会合。今透早伫台东体检433个人，目前全部拢是阴性的。那对这个案情来看，甲设计师有牵连的团报连，伫17天就增加10个人确诊。在台北市东区有名 KTV 做台北市帮屋大小人员的19816例，13个朋友食饭了后来唱歌，25人内底有8人确诊，新北5人，台北2人，高雄1人，这拢甲新北室内设计师19605例有关系。设计师传染给共大朋友甲共餐厅食饭，做帮屋大小人员的19813例，2个同事也确诊，其中一个同事19859个传染给伊爸母，另外一个同事19816甲朋友唱歌食饭，其中19926个带4岁后生去，甲设计师相关的确诊人数17都增加10个人。孩子4岁，住在三重区的某幼儿园，所以幼儿园里面匡列的居家隔离是236人。
帮护大消警员甲接触者群组也收到台东。1996是旅行社业务经理10日透早坐飞机去台东甲旅行团会合，去过台东桂田喜来登酒店伫天野日本料理食中毒。下晡接到台北市卫生局通知，被扣的居家隔离到病院采检，PCR 阳性确诊。17饭店透早伫大门口设体检站，体检433人全部阴性。今天早上呢，又增加7个，所以说目前那个列为居家隔离，总共有15个，有餐厅的啦，也有这个饭店的，也有旅行团的。台北市火光部伫台北市食饭唱歌，个产生宗教协会群组案，1987甲19882例的行踪去过真济表示，便利商店全联小食、甲餐厅菜馆行已经扣列203人居家隔离，个扩大采检13人。北投这间温泉酒店就是10日确诊，桃园航警的查某囝19878例，工作的所在确诊前几天拢伫遮工作，去过芳疗学院甲诊所，在台北捷运甲代替到桃园车站。饭店的员工有4人是居家隔离。那泡汤区的部分呢，就是从2月17号到19号是停业3天。那全体的员工，我们目前有在安排采检。台北市卫生局除了发简讯，也提醒14到10日去过这间酒店的人客，赶紧去采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油的高雄大拿厂进前有3个员工确诊，即马是甲全部员工叫回来做体检，目前3200多人全部拢是阴性的。不过中油烦恼讲，这疫情会继续来憋开，也会发影响到中油运作。即马也有先去问这退休员工的意愿，若准有需要，希望因会当回来斗3工。高雄伫今仔日有增加2个确诊，一个是红茶店店员的女朋友，另外一个是Uber司机。这个Uber司机是甲北部设计师群组感染案有牵连。另外，伫苗栗今仔日又增加2个本土病例，是高雄沙石仔场所传出的案件。中油高雄大拿厂的员工小连续登来厂区做体检，第12蒸馏工厂出现共班的3个员工确诊了后，市府下令全部的员工做普筛，为15开始的3天内，拢总共3217个人做体检，全部拢是阴性。不过烦恼万不利，病毒若是传开，会影响生产。中油已经开始探问退休的员工登来支援的意愿。这一段过渡时期是不是愿意回公司来协助哈？那因为他对他自己的工厂的特性了解，那当然征询他们的意愿，就是做一个准备啦。中油强调讲，目前运作正常，产能未受到影响。不过因为大拿厂负责油品供应真重要的工课，药厂指挥中心对群组案是真关心。现在17高雄新增加2例，其中1个甲中油有间接的关系。案号19863，进前伫红茶店内底食物件的时阵，因为无挂喙暗，佮拍卡唱，地主店员互伊喂着。店员的女朋友嘛，因为安尼确诊，感染源头的大商母仔囝，甲红茶店员工，病毒基因定数出来，发现甲高雄港的是同款的。从这个序列的结果也看起来，就说确实是在高雄，已经有这个本土群聚过的这个序列哈，所以目前等于是这个本土疫情的一个延伸。都已经推测。中油相关的个案可能甲社区稳重的传播链有关系。那高雄另外一案是北部设计师群组案，佮传出去的。一个确诊的卖厝广告公司的员工，确诊之前有去参加一场大型的聚餐，还佮有唱歌聚会，至少有8个人去围着，其中包括一个为高雄上北去参加聚会 Uber 的运将。所有的旅客名单我们都有掌握，都也陆续的到检。那其他社区的风险大概是在他这几天。这个接触的这个餐厅，除了清查接触者，市府嘛派人去确诊者有去过的所在做消毒。不过，毋但高雄有个案，为高雄沙石仔场，佮传出去的苗栗家族的群组案，今嘛佮新增加2例。指标案的19622的公公，也就是案19880男性88岁，以及呢婆婆案19879女性86岁。虽然这2个人拢是居家隔离的时阵发病确诊，不过为着消毒民众的疑虑，在南镇公所佮一届去确诊者因家附近做大消毒。因为这个群组案，在当地已经有9个人确诊，官府嘛呼吁民众都要配合相关的防疫，来守护社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解决咱国内欠劳工的问题，行政院运准劳动部的移工留才救用方案，未来伫台湾食头路满6年以上的外籍移工，或者是有副学士学位以上的侨生，若准符合薪水、技术等等条件，雇主就会使聘请去做中介技术的头路。申请了后，食头路满5年，就会当申请永久居留，专案上紧伫4月底就会实行。这个方案是为了让这些本来就留在台湾、在台湾优秀且成熟的技术人才，能够长留，为我久用。台湾面临少子化危机，劳动力也欠人，无论工厂也是看好，政治单位拢欠人，为解决难题，行政院决定通过劳动部的移工留才救用方案。只要符合一定的薪资条件以及技术门槛，那未来我们就希望能够留任在国内从事中介技术工作。依照工作性质以及相关的国内需求，我们就是得以做专案核定。国内中介技术人才，伫去年欠13.7万人，因为移工伫台湾工作有年限，附近日本、新加坡也拢咧留才，所以要如何留住好人才是真要紧。根据劳动部统计，到去年12月，台湾移工有66万外人，其中一年35.4%，第一是越南。移工留才救用方案规划开放制造业、营造业甲机构、家庭看护工等类别。伫台湾6年以上移工或者是有副学士学位以上的侨外生，符合薪水甲相关坎站等做中介技术的工作。薪水坎站产业类每个月爱3万3，或者是年终薪水50万以上。社福类看护也要符合一定标准。技术层面，产业类移工除非经常性薪水有3万5，若无拢要有专业证照才会升级。社福移工是要通过基本测验加教育训练，工作符合一定条件，应申请永久居留。外国人从事中介技术工作满5年以后，那外界也关心，得以依照移民法的规定申请永久居留，必须要达到2个月基本工资55000以上，或者是必须要取得我们相关的专技证明。那移工符合资格，应由雇主申请聘雇，不过因为保障个人就业，所以中介人的名额也有限制。希望在2030年，资深移工甲侨外生各8万人，相关部会会检讨配套甲法规修正，以今年4月上路为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咱台湾食头路满6年的产业移工有12万2000人，社福移工也有8万4000人。针对着政府放任移工留伫台湾的政策，真侪移工拢认为讲，这是一个好消息。雇主方面当然也希望讲，会当甲优秀的移工留落来。接下来，咱来看讲吼，即咱台湾的产业吼，有影是真厉害，而且咱有关键技术。为着要保护咱台湾的科技产业，防止重要技术泄露出去，行政院通过着国家安全法修正草案，增加任何人是袂当替外国，亲像是中国、香港、澳门境外敌对势力侵害国家核心的关键技术营业秘密行为，违规者上当会当关到12年，会挨罚钱，上悬会当罚到1亿。另外，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也会甲关键技术人员去到中国的审查机制变更较严。2021年3月，检调约谈地心甲新岛公司负责人，要调查换去别间公司的工程师，敢有偷摕核心的技术，协助中国企业抢走台湾半导体的人才。还有清华大学校友会甲中国厦门市政府共同设立的清华海峡研究院，防怀疑讲有中共的组织介入，拢引起各界关注。红色供应链在全球进行各种渗透，尤其对我国。为了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保护高科技产业，防止重要关键技术的外流，有必要在法制面建立更严密、完善的国安防线。为了防止高科技产业关键技术流出去，行政院通过国安法修正草案。除了原底有的营业秘密法，佮增订若违反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区域之外使用罪，会判3年至10年；经济间谍罪判上重12年，并可罚金1亿，而且以国安全等快速审理佮侦结。就这个2个层级呢，都有新增订未遂犯的处罚，为境外发展组织的重大的国安案件，跟经济间谍罪改为2级2审。那最后一个重点是，就这类的案件。设置国安专庭。也那两华人民关系条例是经受去中国审查的机制，便若受到政府机关的委托、补助，或者是出资金达到一定的标准，
做涉及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的人员，继续委托、补助或者是离职也未满3年，若要去中国，就要先通报通过审查。若违反的人，上重会当罚1000万，而且要预防中国的资金用假人逃来台湾违法投资。将本人投资或者是容许他人使用这个名义来从事投资，这个人头的部分也受这一个同等的一个处罚。17通过修正草案，会送去立法院审议，会采事前预防、事后严格裁罚，替国家安全甲经济发展来建立防线。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嘉豪即马人伫北部，所以感觉讲外口的天气开始变较冷后，今仔日过道开始受到华南云系影响，全台湾拢会开始落雨，而且这天气是无啥稳定，会一直到后礼拜。而且这是今年冬天以来上介强的冷空气，会伫礼拜6、礼拜时阵来到位。气象局也要提醒民众，这阵冷空气是强烈大陆冷气团的顶级。拜6、礼拜时会真寒，民众一定要做准备。行人收起雨伞，大台北早起落雨有较停，不过这款呢好天的天气只无到半工，拜四下半工了后，随着华南云雨系东移，全台才会有雨的天气，刷落来强冷空气报道。拜6气温直直落，湿冷的感受会非常明显。从礼拜6的下半天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温度上有非常明显的下降，一直到礼拜天，整个温度的话会下降到是最低的地方。我们预计礼拜天整天到礼拜1的清晨，是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拜6起气温会下降。中部以北有机会出现到20度，低温将会继续到后礼拜1头早。气象专家提醒，这摆降温就是今年初以来上冷的一摆，连屏东低温有机会来到12度。农业甲养殖渔业要严防航海。这波呢，其实后面的冷空气的强度很强，甚至不排除呢非常接近寒流等级。这连屏东呢，大概都只有12到14度之间。另外，东北部地区这2天起来一落雨不断，其中宜兰县南澳乡东澳岭车站累计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气象局继续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宜兰甲基隆北海岸地区要严防大雨成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失德业者违法甲85吨的废弃油滴伫咧300外桶仔内面，而且拼伫溪边的国有地顶头，一坑就是坑8吨。这代志一别是因为臭味臭甲真严重，附近的农民是强要挡袂掉啊。国产署表示讲，因为嫌犯伊名下无财产，无法度纳这个清理费用，目前已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来移除这寡废弃物。这个布棚一边看的是上摆油桶伫台中外部做成的电线线，摕翕的相片指控几年前田边常常出现这废弃油桶，迄时阵完全无看，插片搁臭的味，世界团已经影响伊做田，实在是无法度吞忍。我人都没办法做了，我人来遮的时阵对吧？迄味足臭的，我人挡袂掉啊！我就根本无办法通做啊！台中市环保局调查，规个代志是发生伫2014年，地点就伫外部运寮溪边的国有土地，有318桶85吨的废食用油，属于一般事业废弃物，已经有判起流出来情形。犯案的行为人2016年已经判刑定验，不过一直无脱身来清理废弃物。环保局真侪摆发公文，请国产署来清理，所拢无动作。那检测的结果，它是属于事业废弃物，一般的事业废弃物没有达到所有有害事业废弃物的认定标准。那因为这一块地是属于我们国产署的土地，那依照法律的状态责任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曾在这历年来发了7次函请还那个国产署是不是能先代为清除那后面再来针对这个诚信违规行为来做一个求偿。国产署中区分署表示，这是窃占罪，因为行为人名下无财产，无法度交代为清除的费用，已经在去年9月向台中地院申请强制执行。那目前正在强制执行当中，法院早上也来履勘过了，那他后续会再排期程来做强制的动作。目前国产署用布棚砍掉的防治风化生鲜，强调会赶紧甲法院安排时间来移除废弃物。不过当地民众批评，事件废弃物一坑到8年，相关单位的行政效率实在是真歹。记者综合报道。
一个已经是全台湾上界大的连锁健身房亚历山大，2007年时阵收起来超过8000名会员提出团体诉讼，官司是拍14年，昨一审宣判，这亚历山大就要赔人2亿5千万。不过这负责人姓邓的姊妹啊，说是唔免共赔偿。这间亚历山大健身房已经倒真侪年了，这受害者想要摕到赔偿金，恐惊是真困难。受害会员做伙伫讨论，希望会当替家己甲受损的4个权益甲金额讨倒转来。发生伫14年前亚历山大健身房倒去的案件，有8564个消费者委托消基会提起团体诉讼。经过14年的审理，一审的判决总算出来啊！台北地方法院判亚历山大公司甲因集团下底亚足公司，还佫有君生活公司，拢总爱赔超过2亿5千多万。这法院的宣判不代表说被告已经把这个钱拿出来赔偿给消费者了啊，目前只是一个判决书而已啊。那判决书由于双方都还可以再提起上诉，所以这还不是一个确定的结果。伫1982年创立的亚历山大，嘛是全台湾上大间的连锁健身房，不过煞伫2007年雄雄收大。迄当阵的财务已经出问题，不过煞是继续推出消费满2万块，就会当抽大奖的方式来收会员食钱。倒去了后，万外会员成立的会费煞是摕袂转来，所以拍团体诉讼。经过14年66届开庭，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出来，不过专案要会当上诉。未来还有20天的时间，就是收到判决书以后，20天内民事要看对方有没有提起上诉。如果一级人提起上诉，这个案子就不确定。那如果不确定的话，我们是可以假执行的哦。那创办人邓亚军因姊妹啊，嘛因为早期做，一个判1年10个月，一个判1年8个月，目前拢已经出狱。法院16针对个人的部分，判邓亚军甲因小妹邓心如免赔。不过亚历山大公司倒去已经过遮尔啊侪年，受害者想要摕到赔偿金，恐惊是无遐尔简单。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局势是真紧张。进前，罗西亚宣布要撤除这个军队离开，不过却去互美国甲北约组织突破，若是无甲军队撤回，颠倒甲增加7000名的官兵去到乌克兰的边境。另外，罗西亚指控讲，这乌克兰政府军伫17半暝啊去攻击较支持罗西亚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不过，乌克兰军方表示，这瓦罗西亚的军队有甲因攻击，不过因是无出手还击。乌克兰规矩还未解除，即马有15万国军包围边境。虽然俄罗斯表示部队伫连续2天完成军演了后，拢退回到相驻基地，也毋过美国出面讲，强调无看到任何撤军的现象。CNN 报道讲，无具名的美国官员指出，俄罗斯伫乌克兰边境各增派7000名的士兵。In fact, we have seen the opposite in recent weeks and even in recent days. More Russian forces, not fewer, are at the border. And they are moving, concerningly, into fighting positions. 另外，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指出，伫17号早，乌克兰政府军向乌东地区由亲俄分离分子组成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发动孤摆侵袭。这个举动违反明斯克协议中禁用重型武器约定。路透社报道指出，乌克兰政府否认指控，同时也佫讲是遭到炮击，也毋过无害抢。广场的民众举国旗，同齐合唱国歌，市区的建筑物也拢挂起国旗。查拉原本是西方媒体有测的5个2000日，也毋过无发生。乌克兰回应媒体对战争新闻的炒作，由总统颁布新令，将查拉定为国家团结日，向世界展现乌克兰的团结。Ми прокладаємо цей шлях разом, і тільки разом. Ми збудуємо мирну і щасливу Україну разом. 乌克兰的装甲车甲战车伫陆地展开是大射击，模拟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军事攻击。这场叫做“无风式2022”的演习行动，外援的轻型、重型武器全派上用场。乌克兰总统也亲自前往西部，甲来自英国、波兰等北约国成员视察军演状况。也毋过面对俄国征兵受到欺负，也发布紧急避难指南，已经为500万人口准备好多省用的5000个防空服。学校也向学生进行疏导避难宣导，替上摆的情况做拍算。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16半暝啊，发生规模6.2的地震，上部有3个人因为心脏病发来死亡，25000多人受到影响。连隔壁墨西哥南部和萨尔瓦多共和国同款有感受到这阵地震。另外一个友邦海地伫半年前有发生一个规模7.7的地震，到这阵还有真侪民众是有路无厝。怪手伫道路来来去去，一直甲放落来土石运去沙石车面顶。台湾友邦瓜地马拉伫当地16饭店1点外发生规模6.2的地震，互真侪徛家外墙崩起，建筑内部的壁是出现壁痕。Pánico porque yo ya viví un terremoto, entonces yo pensaba que iba a ser lo mismo. ¿Verdad? Donde yo vivía anteriormente, cuando fue el primer terremoto del 76, nos quedamos sin casa. 美国地质调查所监测，当时正用就伫西南方城镇地质萨特的东边16公里的所在，震源深度是84公里。了后，佮发生2届4级以上的余震，造成至少3人心脏病发作死亡，将近25000人受到影响。地震嘛引起着土石崩落来，甲高速公路塌掉的，互真侪徛家受损，大约31300人无电通用。这届地震就连厝边墨西哥的南部甲萨尔瓦多共和国拢感受会到。同款是台湾友邦的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去年8月14嘛发生规模7.2的地震，造成2200个人死亡，9万人受伤。到即马，阁有数千名受灾儿童甲家庭住伫临时布棚内底，中间困难。海地总理16呼吁国际社会斗相共，5万募资20亿的美金，差不多代表560亿来做中建。Mesdames, Messieurs, le coût des besoins de relèvement sont estimés à près de 2 milliards de dollars américains par le PDNA, programmé sur 4 ans. 联合国表示，这份中建费用的评估是海地伫去年11月公布的。评估费用内底有差不多16亿的美金，等于代表450亿，会用伫包括学校、病院、甲徛家道路这基础设施的中建。而美国后面甲其他国家嘛有承诺会另外提供6亿美金，帮助海地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进前，政府宣布讲要开放日本福岛的核灾食品来到咱台湾，听讲是会当对咱台湾加入 CPTPP 有帮助，也毋茫讲日本伫咧 CPTPP 会议顶头替咱台湾讲话，而且进前有风声讲 CPTPP 会伫17开执委会，可能会讨论到台湾加入的问题。不过有新加坡的官员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18要开的会议是资深官员会议。目前是还未确定讲敢要来讨论台湾入会问题，也讲到这执委会会议袂遐尼早来召开。另外，英国和澳洲的首相今仔日有视讯会议，引用联合声明来关注台海和平稳定，而且因也做伙来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英国首相强生甲澳洲总理莫里森17来进行视讯通话，两个人伫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警告讲俄罗斯毋通入侵乌克兰，同时双方嘛伫声明内底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嘛来挺台湾来加入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上，尤其是很重要的民主国家，对维系台湾海峡的安全的一个高度的重视，所以我们深表感谢，也表达我们的这个欢迎。澳洲毋若正关心台海的和平，伫进前国会报告嘛正挺台湾来加入 CPTPP， 因为这个 CPTPP 有传出讲最近就要来开会讨论台湾的入会案，是讲是毋是会当定性有进展？外交部无证实嘛无评论，毋过定性下较致心来争取加入。行政院强调讲，经贸办致心的这个会议的动态。就外传相关的这个议程或是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并不予评论。经贸办跟相关部会也都密切的在关注注意相关的动态，那也都会有所因应。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跟外界说明。因那 CPTPP 的轮值国新加坡贸工部的官员今仔日表示讲，18召开的是 CPTPP 资深官员的会议，毋是执委会，这是要来讨论相关的事项。也若讲是毋是有擘打着台湾，也是讲中国要入会的案件，这都要看会议的情况。所有的有项目旁拢无加讲啥。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政府要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伫今仔日早起召开记者会，要求台北市着爱先带头，有明确的方式来甲学校营养午餐的厂商签契约，明定禁止福岛5县市的产品。
中央要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国民党台北市议员17开记者会表示，针对学校中昼顿的部分，要求台北市要甲共产业者签契约，并较禁止福岛5县市的产品。要求台北市成为全国我们这第一枪，就是我们用具体的行动。每天有14万人的小朋友在吃这个营养午餐的部分，我想我们团膳业者也从善如流，也自己在内部呢就已经都有这个管控哈。教育局今天就可以立即把这个切结书的稿件里面呢做一个研拟之后，然后跟业者这边来进行这个切结这样的一个程序。但中本表示，台北市学校中昼顿的食材大部分拢是国产，伫加工食品甲调味品等等是较有疑虑的部分。业者表示，台北市教育局伫签约的时，拢有要求厂商要减少加工食品、调味品的部分，厂商通常嘛会选择国产来压低成本。针对开放以后的安全性，有学者嘛伫下晡开记者会，估算开放以后民众一年可能接受的辐射量。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小孩子，那小孩子他每一年可能的额外暴露剂量是0.000147毫西弗。那我们有说一年的年允许暴露剂量是1毫西弗嘛？体内暴露剂量它的剂量其实是远低于我们的法规值。台湾算是比较严格，不过保守有好处，就是它确实可以保障我们民众，即使你有吃到，那因为它的限值比较低。那相对来讲剂量就会比较少。专家表示，标准伫设定的时阵是采用儿童、有性妇女等等较敏感的族群做标准，本来就是较严格的标准。记者郭不跟张水台北报道。台湾上届好就是有健保，不过这健保负担未来可能会做一寡改变，包含一般药品慢性病处方签部分负担的部分，拢会做一个调整。另外检验部分超过一定金额，也会照趴数来甲民众收钱。详细办法后礼拜5健保会会开会讨论，按算伫今年就要来实行啊。病院大厅挂号领药啊，总是人真多。为了阻止部分民众爱踅病院，无论大细病拢往病院走的就医习惯，卫福部将调整部分负担，像一般药品、慢签药品的部分负担，将用力分级医疗进行调整。另外检验部分，若超过一定的额度，将依照比率向民众收费用。在急诊来讲，那我们希望说真正去就医的，他反而可以调降。然后如果是属于比较轻症的，我们希望他去门诊或者是怎样的，那反而这一部分可能调高。每减少一次平均的次数的这个就医的话，大概健保的这个支出就可以少250亿。卫福部表示，即卖药品部分负担是采取定价收取。民众上悬只需要负担200块，检查检验费是无收钱。未来希望药品甲检查检验费用拢爱搁较合理化，也毋过有医界团体烦恼，会造成民众就医的经济障碍。会不会变相惩罚到去生病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也很难去保证说他不会造成民众的就医的经济障碍。卫福部强调，已经运用分段药力，减少重复检查甲用药，就此减少民众无必要的就医。此外，对于重度、极重度心脏者、甲中低收入户等经济弱势者，是免除部分的负担。也毋过相关方案预计后礼拜5、25由健保会开会讨论，目标希望会当伫今年就落。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少年人做兵退伍了后，就伊的身份叫做后备军人。即马有一个14天的教育调集新制度，按算有15000名的即个后备军人会受到影响。第一批入营的时间是3月初5到3月18，而且考虑到这训练的效果，伫这段期间拢爱关伫营区内面是袂当出去的。今年教调的总兵力有20个营，其中有3营会实行野营，也就是离开营区做训练。有专家认为，讲这款新制度，若准是真正修正起来，会当提升军人的准活率。不过，也有人认为讲这款的规划是无够就治。国军今年试行14天教调新制，按算15000名后备军人适用。第一梯入营时间伫3月初5入营，18日营。考虑连贯性甲成效，未实施放假甲外线束。另外，今年调训总兵力差不多25营，其中3营会专程野营野炊。还蛮有必要。如果说打仗起来的话，这还蛮救命的。
对自己来讲比较安全嘛，多流点汗，少流点血。我是不是会说到做到吗？因为可能之前当兵的经验，就会觉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对，然后还是看具体执行的成效怎么样。过去教条训练较松，新制教条第一时段射击，战斗教练的训练时数拢加倍。时段射击28点钟，战斗教练是56点钟，14天无放假，逐天上课10点钟，有2点钟是夜间课程，互后备军人熟悉战场经营。专家认为，正提升后备军人战场存活率，不过也有学者烦恼，新制恐惊有伤过冲突的问题。野炊野宿。来让我们的后备军人呢，很快，如果说产生了状况，敌人要向我们进攻了，马上就可以反应。他的教育召集跟现在的训练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认为后备的军力是跟三军的主战部队是同样要负责作战任务的话，那么后备战力的训练就必须要跟常备战力要结合，要挂钩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后备的这个思想准则、战法、装备、训练、士气上面都一定要一致。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署长白泽龙指示，后备军人爱结合战术位置报道，达到就地动员、就地作战加保家、保乡、保产的目标。后备是不是应该叫外界拢来看？记者综合报道。春天伫倒位？这阳明山的花等咧开。阳明山的花季对今仔日开始啊，今年因为天气有较寒，樱花较早开。这花期大约是伫咧3月中就结束。另外，伫台北的树林甲大安森林公园，也有郁金香、秀球花同好欣赏。一蕊一蕊紫红色的樱花开啊，甲草山公园装探啊100度，随风雨落无停。不过民众看花心情一点啊都无受影响。感觉怎么样？还不错啊，雨天不错啊，比较一番适宜的。很美，很浪漫。民众即马到草山花季开始啊，会当一路看无共花期的花，一直看到3月20花期结束。草山的花季已经办超过60年，是台北历史上上久的花季。公园处表示，伫2月17开始，山樱、北中樱、日本樱花甲大蕊樱花拢会相煞开到3月下旬。今年是樱花开甲较早啦，现在2000多丛啊。2000多丛内底吼，山樱花是上济啊，将近60%啊吼。镜头来到树林官邸门口，这大型的荷兰风车甲色彩艳丽的欧仔花，也互民众翕无停。对2月18开始，遮嘛有10天的花展，超过20个品种，13万丛的欧仔花，真若看无到。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内底，也有用绣球花甲满山红打造的山石仔步道，新型花区会当看来到。杜鹃花心的边啊，有这几个7大品种区，平户杜鹃呐、高叶杜鹃呐、9楼米杜鹃呐，还有台蕉啦，还有慢慢在2月28之前哦，大安森林公园的花况会是最好的。台北市政府表示，花期期间出入口拢会加派人力控制人数，也请民众一定要落实徛名制甲防疫的工作。记者民警郑海文台北报道。人讲活动要活就要振动，嘉义县是一个农业的大县市，嘛是老人比例上介悬的所在。嘉义县政府也有民雄乡公所加丰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开5年的时间成立嘉义县头一间乐龄运动场，让时代来到这个所在会当运动，嘛透过运动来改善身躯的机能。社区的时代甲民众拢来体验新的运动器材，并且有专业人员指导。嘉义县第一间专门照顾老时代的运动馆伫民雄正式启用，帮助老人健身或者说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的那种功能非常到位。我们针对中高龄的长辈提供场域营造相关中高龄运动模组的开发的相关的一个服务。嘉义县政府指出，嘉义县是农业县，加在时代长时间辛苦做事，身体加减有损伤，透过这专业设备甲人员检测。适当运动了后，会当随了解身体重心、骹手出来的情形，利用运动调整家己的身体。操作完就可以看到我的数据啦，所以就可以马上知道我到底哪里可能不够，或是哪里不好，就可以马上就自己知道就可以去加强。透过这些精准这个运动指导员可以让自己身体的一些过去因为不健康或者是过度劳动所引发的一些病痛，是可以做一些舒缓跟调整。
嘉义县是全台湾老人比例上悬的县市，老人的健康照顾嘛是嘉义县目前的施政重点。嘉义县政府表示，希望透过运动观念的培养，减慢老人退化产生的问题，时段嘛会当活甲更加健康。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新竹市南大路顶头的警察宿舍已经放咧营运真久啊，后来投入4500多万元征收，目前已经完工，即摆也变作是艺文展览馆的特点，最近也会对外开放。而且头一个展览就是国际学者，也就是这个建筑画家李乾朗，伊有30多百个用手所画这个建筑图会来做展览，有真侪是新竹在地建筑物，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传统的木造结构甲乌色的厝遐，瓦间阁闻会到耳落去的香味。这栋起在1929至1935年的历史建筑，过去是警察宿舍，经过重新修复，搁再重现在大家面头前。主要是做展览，那第一档当然是李乾朗老师的展览，接下来我们还会陆续策展，那测出不同主题的这个展览。那除了展览之外呢，我们还有所谓的手作的课程，以及艺文的讲座。为了要让民众对老建筑有兴趣，主办单位找来出名的建筑学者李乾朗，展出伊的手绘作品，包括东门城、新竹酒厅、新竹车站等等。寺庙也是古迹。古宅也是古迹，日式宿舍也是古迹，每一种古迹它的活用再利用啊，类型应该可以有点差别了。那刚好日式宿舍呢，因为日式宿舍呢它比较亮。啊，这个跟我们那个三合院、四合院构处啊，够不赶快啊，因为它比较明亮，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觉得说，如果是展一些建筑的图的话呢，会给人家一个比较清晰的感觉。这搭瓦近新竹火车站，过去日本时代传说因为火车因为拖炭，所以互人号做乌金灯。这届经过修复，市府特别号做下德灯，希望加深民众的印象。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高雄市武德殿特别有100年的历史啊，嘛是全台湾头一座用本地功能再利用的古迹。不过，因两边的阿摩托建筑环境是乱糟糟。高雄市政府争取12年，行政院伫最近总算核准啊，市政府摕到两边土地使用权，未来嘛要规划做武德殿文化园区。学剑道的学员每天拢来到武德殿练习。这栋日本时代起的武德殿，也保留原地的剑道练习场。2004年修复扩大，将近100年的历史，是市立古迹，保存了真水。不过，若是行到外口看，武德殿一边有安文图建筑。1楼是资源回收场，另外一边是篮球场。这原地拢是关务署的土地，即马无偿拨予市府使用。甲水阮当然是赞同啦，不过我感觉浪费这伤过浪费啊，因为这个动操场做了真用。当地里长建议要增加实用的设施，嘛希望接变水带动观光。市府向中央争取这侪年，总算摕到这两边土地使用权，是希望武德殿看起来会当较开阔。较开阔的，互人家大家看到。然后边仔的话，能够让它景观够做一下环境整理，互大家看到个武德殿以武德殿为主体的一种整个的文化园区的景观是较好的呈现。目前文化局已经有初步计划，未来会以武德殿为主体，增加文化服务的设施，成做一个文化园区，开放民众体验。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伫咧台湾大学的大门口边啊，有一间卖真济甲台湾相关的册店，或者台湾的店。这间店开要30年啊，所以因为这个厝头家要起厝税，这册店可能就要刷位。真济老主顾听到这个消息，嘛赶紧走来买册，要来斗小甜。你感觉真遗憾啊，真唔甘啊！29档的这个店吼。甲物件搬上台车，豆豆收库存，因为厝头家要甲厝收转去，台湾的店面临搬厝的运命，头家真唔惯。本土的这个文化，弱小者的文化，并还未完全伫互社会安尼吼，含人平起平坐啊，对吧吼？啊，尤其是讲，啊，无第二间即款的，像我遮丰富的这个台湾本土的册店。所以伫即款情形下，我来关起，等于讲我的期待哦，
29档来说镂空去对吧？吼。册架顶拢是有关台湾文学历史的册，佮有台基本相关歌戏、布袋戏等等。头家讲伊1993年就伫遮开店，希望保存台湾的文化。后来嘛结合真济社会运动甲抗争活动，像台湾特色的衫甲帽仔，拢是遮的分野。这一个，敢若讲历史的一个地点伫这个所在啊，对无？啊，恁这台语即卖册真少，这像我来就看了2本册，足宝贵啊，所以紧来甲看卖啊。头家讲，最近因为关店的风声，店内业绩变好，嘛有真侪人打电话来关心。目前有甲厝头家争取开到5月，嘛当来找找适合的地点，希望过去的心血，莫安尼就来结束。记者林阿文、林旭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还是歹，做伙来看预报天就知。宜兰到新竹是对16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是对16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7度到1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